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仔日各增加16个病例，其中13个是对国外大病入境，现主是拢总有169例。重新规定，伫厝检疫的人若出门，就要先罚10万，所落来照时间的当地甲范围加重处罚。高雄美浓昨发生山林火灾，出动空勤直升机对空中拍火，怀疑是飞沫引起的。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国内疫情的最新消息。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阁增加16个人，其中13个是境外移入。伫今仔日确诊的捌去美国的第160个，就是为何进前找无感染源的中建院研究员的人。这个第160个，捌甲3个研究生开会，前后3个人拢总确诊。目前中研院已经出现4个人均自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各新增12名确诊病例，其中13位是境外移入，3位是本土病例。大家关注的是156例是一名伫养护机构服务的护理师，3月12感觉有发烧，无去看病，16看病了后转去，20再度看病采检，2例确诊。卫生单位也伫第一时间到养护机构针对53位住民、28位工作人员采检，目前检验拢是阴性。验了81个人。好，那可是他前面的，好，这护理在外面的，好，那现在这还要积极的疫调中，里面也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哦，在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显露，这些也是很容易受到病毒的伤害。我们也是一样，清空消毒。指挥中心表示，考虑伫工作场合有缘有可能病毒存在，为了确保安全，已经将53名住民刷出，其中5人到病院。另外，也找2处集中检疫场所，各安置24人。另外，整治中研院1名确诊的博士后研究生，也都是124例原本被列为本土病例，也过原本被列为接触者的老师，也都是160例。3月初1到初3到美国开会，回来台湾了后，11到13也是有去上班开会，就是头听到诊所22确诊。同时，当日开会，德国籍、奥地利籍2名研究员，168、169例也被感染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中研医院拢总有16人伫厝隔离，25人自主健康管理。按160，先有旅游史发病啊，那造成他同一个实验室的另外3位也确诊，对。不过指标病例就是他的学生先确诊了。因为国内境外移入个案继续升悬，为了避免疫情透过航空运输传播，指挥中心也宣布，台北时间3月20日反正起到4月初7，全面禁止旅客登机来台转机，以减少人口跨境流动，加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仔日增加的病例内底有一个是本土病例，是养护机构的护理师感染源，爱搁调查。为着避免机构内底的感染摊开，昨暝就全面消毒。除了消毒以外，嘛搁带伫内面的人甲工作人员刷去病院甲集中检疫所做体检。今仔日中昼传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大家暂时会当放心。不幸的消息，西班牙卡球皇家马德里的前主席桑斯因为感染武汉肺炎病毒过身。日本甲澳洲嘛破千例，哥伦比亚嘛出现头一站的死亡病例。新冠病毒疫情伫全球大流行，西班牙甲嘅卡球皇家马德里嘅前主席桑斯3天之前为着病毒了后发烧，送病院了后伫当地2月过身，享受76岁。在疫情扩大，日本国内甲澳洲的肺炎病人超过1000人，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对此，澳洲政府提出第2波的刺激经济计划，差不多澳票660亿，等于是超过台票一条2100亿，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Package of measures, combined with those we've already announced, sums to some $189 billion, or around 10% of the size of our economy. 伫中东的东前国家伊朗、乌中国火神山甲雷神山病院，甲全国上大商场的展览中心改造250名病人的临时病院，卖伫未来几天陆续甲商场其他用地变成有3000个病床的病院。
另外，捌伫一天内底死超过100人的法国，为了缓解病院的医疗压力，出动军队伫东部城市米鲁斯起临时野外病院，设置30个动静病房。同一天，巴黎埃菲尔铁塔嘛伫暗时举行10分钟的灯光表演，向为着病毒的医护人员敬礼。即马各国的疫情严重，拢宣布全国宵禁，也是强制居家隔离。波士尼亚甲赫塞哥维那伫当地2日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了后，宣布全国宵禁。另外，病例无到200人的哥伦比亚嘛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当局为2日开始嘛进行19天的全国强制隔离。En desarrollo del estado de emergencia, aplicaremos un aislamiento preventivo obligatorio para todos los colombianos. Desde el próximo martes 24 de marzo a las 23:59 horas hasta el lunes 13 de abril a las 0 horas. 在运动比赛方面，目前有愈来愈侪运动选手陆续为着病毒。美国游泳协会、田径协会、挪威奥委会、西班牙卡球协会拢敦促 IOC 国际奥委会延期东京奥运。不过，国际奥委会主席李毅面对德国媒体表示，奥运无像卡球比赛想要延期，地使延期。目前会透过调查，向各国的奥委会确认运动员的准备状况。记者连松报道。来关心地方消息，高雄美浓站要暗暝发生山林火灾，因为火势直直烧向徛街，附近的居民是烦恼甲困袂去。空气直升机来了后，才总算甲火拍花，民众怀疑这是背崩引起的。空军直升机先对空中来放水，连续出动3摆，尾仔消防队才出动来拍火，将有家伙全部拢拍熄。不过徛街后壁10公尺、20公尺顶楼已经烧甲乌哒，附近民众惊甲规暝唔敢困，怀疑甲背崩有关系。烧了一整晚上哦。那你昨天晚上敢睡吗？不敢睡，昨天都不敢睡，为什么？没有，哎呦那么大声，冰冰冰冰，哎呦火这么大。拜六暗头5点外，美朗山区发生火烧山，火势一直炭到徛街后壁顶楼，消防队赶紧拍火，不过现场因为山壁清洁，无度瓦滚，消防队透暝来警戒，早起申请空军直升机到3天来拍火，并且透过空气机确定火龙拍起来才离开，导火原因因为爱调查。那火势燃烧猛烈，那最终的面积粗估约有到达5公顷，那离最近的民宅约20公尺而已。那经过我们一整晚的灌救之后，那目前火势大致已完全熄灭。离伫嘉义阿里山乡的达立医局中昼也发生火烧山，一阵的烟对山边一直冲出来，不过也因为所在伤偏僻，消防队是采取警戒方式。因为这个起火的地点那个地处偏远人车没有办法靠近。我们在四周实施这个飞火警戒。在火势比较小确定对于这个人力跟财产没有危害之余才离开现场。最近正是背崩的时阵，全台各地拢有发生草瓦烧起的情形。消防单位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把火虎拍熄，以免引起火烧山。记者自鸿报道。目前所有入境的人拢爱伫厝检疫，但是有人就是爱四界拍走，所以即马有上新的处罚标准。伫厝检疫的人，若是出门，就先罚10万。所落来，搁照时间的长短甲范围来加重处罚。利用新上线的防疫警示功能，台北市警方2日透早临检到一个伫厝检疫的民众违反规定出外，警方除了可抗伊转去厝的，并且通报款职单位裁罚。本分局呼吁，正值全民防疫的关键时期，请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应遵守相关规定，勿心存侥幸。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最新裁罚标准，伫厝检疫家己乱走出来，一出门就罚10万；3天以上重罚100万；2摆违规强制安置。伫厝隔离的人是20万块起跳，违规1摆就强制安置。亲像台北市违反伫厝检疫规定，罚100万的有1人，包含违反隔离规定的总计有70人。新北市拢是违反伫厝检疫的人有55个，总共罚330万。而即阵敢若收到2个人，总共是11万块的罚款。新北市的居家检疫的量最大，大概今天有8000多个，未来可能会突破1万个，所以是新北市全国是居家检疫最多的，我们必须要做好应应准备。另外，桃园伫厝隔离甲检疫的民众，大部分是出来食饭，也佮有出来买物件，截至10杯已经罚324万。其中100万元有1件，然后20万元有3件，然后另外的其余的财处金额分别在1万到15万。我们会联合
卫生等单位会继续来做这个稽查勤务。那同时也会强化我们那个电话关怀的密度的强化作为。高雄警方是甲卫生这单位联合联检，夜店这5路场所加强查缉，追查违反相关规定的民众。夜车业者爱善尽防疫责任，面对这阵的疫情，全台防疫拢袂用放松。记者综合报道。为了管控这寡居家检疫的民众，需要当地里长逐工追踪，但是基层的里长是话讲真歹做人。台中有一个里长烦恼检疫者袂当出门，早物资去分送，想袂到雪红等你咧涂骹。他就好啊，14天食泡面就好啊啦。讲到送物资予地处检疫的人，里长讲实在是真无奈。台中南区国公里长进前经过1922转介去关心，顶礼拜则对上海转来的老阿伯，也通知必须伫咧厝的隔24天。伊头前就想讲，这地处检疫的人无用出来买物件，有时摕泡面甲胖去关心，确实互伊呛声。就觉得我们第一线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因为这也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那当然，他也有他的无奈，我们也很无奈。里长讲实在真无奈，不过也了解民众心情，只好尽量忍耐。除这以外，里长对着地处检疫的人也准备袂少物资，甚至家己提钱来保护，希望互地处隔离的也是检疫的民众能安心。另外，也会每天敲2摆电话，问查对方的身体情形，而且工作量拢有增加。而对政府宣布19开始，所有入境的人拢爱地处检疫14天，这会互地方政府甲里长大家拢是真紧张。其实这些人80%以上都还是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就靠家人照顾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吃东西嘛，食衣住行家人都会来处理的。那另外还有1成不到，大概里长会帮忙。台中市府统计到22日下晡5点，台中市需要地处检疫的民众有3787人，有1成需要靠里长关怀探视。而住伫个地处检疫替代所的有28人，其他也是透过里长敲电话来关心，也有电子监控，防范因四界拍走。记者综合报道。甲镜头刷来国外，即马中国真正疫情状况是安怎，无法度确定。中国官方是讲，湖北甲武汉已经连续5天无新的个案。而且表示，北省的新病例46例内底有45例拢是对境外来的。若是香港，暂时宣布运动场甲博物馆暂停开放。中国贵州有餐厅恢复营业，民众无想要搁再插疫情，相款坐伫个院道斗阵来食饭。而河南省鄭州市是有餐厅实施有约定位，每道至少登記一個人客身份甲聯絡方式，方便對溯。门的时候有消毒，通过那个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个人有效信息的填报，这个还是让人挺放心的。新冠病毒拖到全球，不过中国定调这时阵各地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生活。虽然2日中国总共有46例新增加确诊，不过其中45例拢是境外移入的。新增确诊病例4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5例，唯一1例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是来自广东，属于首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中国官方讲，湖北省加武汉市已经5天无再新增加确诊个案。不过，中国网络传出武汉有几个社区依然有患者围着，当地病院也新增加100多例确诊。网友的讨论也引起官方的重视，互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赶紧在2日透早上网公告，这情形是无实在。镜头转到香港，2日搁再新增加38例确诊，2日搁再新增加44例，互地总计病例超过300例。但是有林郑月娥真烦恼，病毒对欧美国家传回来，讲这情势是真严重。隨住相信仲會持續起碼2個禮拜嘅回港潮，形勢係十分嚴峻同埋危急，亦都更有可能咧會導致大型嘅社區。大型又持續嘅社區爆發。港府指出，境外移入個案可能造成社區傳染爆發。林鄭月娥宣布，2、3拜一起，網球場、運動場、4間博物館、7間公共圖書館攏暫時關起來，也呼籲私人企業盡量安排，也是穩準員工佇厝內底工作。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疫情的重災區歐洲，意大利昨一天就加6500多例，加碼800個人死亡，是意大利過一天增加上濟的。意大利的總理孔蒂是表示，全國的生產活動全部攏暫時停起來。另外，確診人數排世界第3個西班牙，昨嘛增加到4000例。
因为意大利国内疫情升温，哪来哪侪民众出门会挂喙罨。意大利上大的超市连锁店嘛开始配合官方的防疫政策，除了宣导顾客伫门口排队爱保持1公尺的距离，一店进前嘛爱先量体温，而且挂手套来买物件。La misura di prendere la temperatura è una buona precauzione vista la situazione al momento, quindi la ritengo non esagerata. 官方宣布，估计日就增加6557个病例，793个人死亡。这2个数字拢是意大利估计日上悬的纪录。国内累计死亡超过4800人，拢总占全国死亡人数的3成8，数字是真惊人。Purtroppo dobbiamo anche registrare quest'oggi un incremento dei deceduti di 793 nuovi deceduti. 大港拢有人因为疫情过身，意大利总理孔蒂于一般媒体面前直播，表示这是意大利第2遍世界大战了后拄到上大的危机，而且宣布全国的生产活动拢会暂时关起来，干那保留超商、药局、甲金融运输、民生必需的商业行为，防堵疫情继续摊开。Continueranno a rimanere aperti tutti i supermercati, tutti i negozi di generi alimentari e di prima necessità. Quindi fate attenzione, non abbiamo previsto nessuna restrizione sui giorni di apertura dei supermercati. 确诊人数敢若比中国甲意大利较少，全球排第3名的西班牙，已新增3925例确诊，死亡增加285例，累计超过25000人。而暗时，伫马德里的病院附近传出警报声，原来是救护人员在替医护人员加油，感谢因无暝无日照顾感染者。疫情真严重，互相鼓励加油，但是同款袂通放任。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表示，武汉肺炎通报速度比普通的流感更较紧，而且更较有致死性。这就是为虾米国家会进入紧急状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今仔日搁破2桩假消息，拢是咧讲外交部出口喙罨去援助巴拉圭。搁有嘉义，最近有咱的群组咧传讲，某一间卖店的头家确诊，目前已经查到是一个查甫人传的。台湾继续禁止医疗喙罨出口，并且某一个粉丝专业却有破文，引用巴拉圭当地新闻连结，有图故意文字言明。外交部的工作毋是破摊中国，是破摊巴拉圭。还请吴部长说明，以台湾出口喙罨援助巴拉圭，刑事局接到外交部检举，以涉嫌违反社会法，通知管理者到案说明。他是说，因为看到巴拉圭的新闻再用翻译把这翻译翻出来认为这个部分跟政府出口口罩的政策有出入，我才会发文。经过该案之后，那肖南也将该文撤下。那这个专家抛出不实的消息，即马说市的民友也记外交部出口喙罨巴拉圭，刑事局经过调查，是自称住伫首尔中国人所做的，目前为止已经摕落来。伫嘉义市市警局也接到民众的举发，最近赖群组流传某一间鱼仔门的头家确诊，最近唔通去遐食饭的对话。目前嘉义市都还没有确诊的情形。那我们查到一个王姓男子那因为也是在这个赖群组看到这个截图，就马上转传给亲朋好友。无经过查证的转传也是破文，爱负偌济法律责任，都要由后续的侦办来认定。因过除了法办相关部门，也只会当一再澄清，就像网络个谣传，台湾送日本1000万片的喙罨，外交部声明这是不实的消息，因为经济部进前核准出口日本的是防止花粉症的喙罨，唔是防疫用的医疗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高雄有19间公司400外的新劳咧休无薪假，旅游甲大商业上济。不过，某一间饭店认为讲，疫情是暂时的，领导阁要加请人。武汉肺炎疫情无降温，旅游、饭店、旅馆大受到影响。不过，伫高雄有一间高级的饭店，刷评估来操作，决定要扩大做人。还继续征才，也是当然很少见的情况。那当然，董事长认为这个人才是一辈子的，并不会因为现在的疫情，那就应该要停止。饭店业者强调，袂因为短期的惊吓拍乱本来的布局，看好台湾的基本面，理性面对。不过，根据高雄市劳工局的调查，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高雄市实施减班休困措施的事业单位有19间，其中以旅游、饭店、旅馆业上济，影响486名劳工。7成到8成都是集中在旅宿、旅游还有餐饮业。
是影响最大的也有说1个礼拜可能是做1休1，也可能是1个礼拜是做3休4都有。旅行业早就归零了。其实旅行业从2月份、3月份，其实它公司就是零成交啊。那零成交，其实我们旅行业比旅宿业还惨。劳工局提醒，虽然劳工放无薪假，每一个月领的工资袂当比基本工资23800块较低，同时嘛协助劳工和业者双方办理充电佮出发的训练计划，互减少工时的劳工参加训练课程，每一个月上悬会当领18960块的补贴。记者李秀兰、戴hen坤高雄报道。因为疫情，泰鲁阁国家公园的观光客是减真济，内底店家因为生意歹，租金纳袂出来。内政部决定，把这3个月租金减一半，再去看情形来调整。这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游客中心，以往中昼的时间，尤其是假日，小卖部、餐厅内外应该拢是观光客，但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即马逐工敢若2-3组人客。边呢有很多的一个国际旅客，那因为都现在受到一个所谓的武汉病毒跟疫情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都是降到1成不到啦。另外，泰管处内底旅宿业者生意嘛无好，228连续假期了后，带宿率无到1成。后壁清明连假嘛，因为无国外旅客，所以订房率嘛无悬。业者想到人事、水电各有租金，就真头壳疼。这疫情就整个环境就是几乎也没什么营业额，一个老板的话要养40几个的员工，也是相对也是会比较，而且又加上去呢，又是不给我们无薪假。目前泰鲁阁国家公园内底，拢总有10个休客地点外包予民间的厂商经营。疫情对观光造成的冲击，内政部已经协定2月到4月份的租金减一半，来帮助业者纾困。业者如果根据这些相关规定，如果认为游客数减少太多的话，也可以根据申请来以比例来做相关的补贴作业。根据泰管处的资料，虽然3-4月是观光的小月，但是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入园的人数大约减2到3成，营收嘛因为安尼下降。目前嘛毋知影疫情敢会继续影响观光，5月以后会阁看情况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自然环境珍贵，爱靠咱做伙来保护。鼻头角海峡的小丑鱼大量消失。调查发现，照理讲，鼻头角公园附近的肉粽角应该要有2000只以上的小丑鱼，但是即马敢若剩2只。因消失的原因，真有可能是互人掠去卖。海葵边只有一只缺失的小丑鱼。海鱼基金会今年3月派人闯入去鼻头角公园海峡，不过伫个肉粽角的内边甲外边，佫发现只有一只小丑鱼。有当地志工翕到民众捕鱼的相片，所以讲基金会怀疑小丑鱼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捕去摕去卖。那其实以前数量蛮多的，那大概在从去年跟前年开始，我们就有发现说，好像小丑鱼越来越少，尤其是像鼻头角公园。它的那个消波块里面的小丑鱼都不见了，我们也观察到说，其实水族的业者有些人好像也会跑去捞。基金会甲中央院研究员陈昭伦合作，统计出鼻头角公园内外海峡的海葵数量超过400丛，因为一丛海葵会有6只小丑鱼共生，所以当地照道理讲爱有2400只以上的海生小丑鱼。不过即阵只有2只小丑鱼，互基金会烦恼讲，这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会发生破汤的效应。就是没有了小丑鱼海葵，它身上很多的沉积物，尤其是一些有机质，就没有人能够帮它清掉。那海葵如果生病了的话，整个珊瑚礁生态系就会开始像破窗效应一样，会开始受到影响。为了保育生态，基金会采取放流鱼仔行动，不过不是直接把小丑鱼放入去大海，而是先让人工探生的小丑鱼，伫附近小虾的生态鱼缸先来适应。它跟海葵要建立共生关系之前呢，它必须跟它产生一种免疫的反应，在小丑鱼的身上产生一个薄膜，一个黏膜，让这个海葵能够认识这个小丑鱼。不过，等到正式放流海洋，小丑鱼是不是会搁再互人类捕去？基金会讲，因会建议争取鼻头角公园成立保护区。不过，即阵正呼吁游客甲制作业者莫去海边捕鱼啊。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东北季风变强，北部甲东半部会变较凉。另外，这方面嘛出现低降雨。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是19度到26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7度。华岛地区是14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